只花1年。徐玉田奋力搬出的宝令人吃惊，170公分高，双手不够环抱。这龙纹镶嵌玻璃灯饰历时1年才完成，袖珍版的龙纹花瓶也要费时3个月，全像这样一片片拼接。每一片的玻璃都形状不一样，目前算是最困难的。哦，那你当时怎么有勇气挑战啊？做1年呢？想尝试看看自己的技术吧。镶嵌靠经验，16岁就入行的徐玉田，技术不是独门，但创意绝对走在前。报废的主机板运用镶嵌的概念，组成台湾骄傲的101大楼。它是用那个PC 版的报废板，里面我是用 LED， 它会变换颜色，那感觉的话，也是蛮有缤纷感的。挑战技术，精益求精，各种颜色、形状的玻璃，靠一双手慢慢拼出顾客指定的图像，急不得，也无可回避常常会有的伤。你刚刚割到了哈，流血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戴手套呢？我戴了手套，手笨笨的，比较不会做。每一块彩色玻璃周围都要用铅条压住边缘勾边，这得费力、胆大心细的完成，需要绝对的专注。旁人注视的眼光像穿透玻璃般探照心情。两面很红哦，你的脸好红哦，是因为太用力了，是不是？要用案例 ，The Wing I can cancel。这才是原因啦，因为老师说他害羞，他看到他太多人，他平常专注在做一件事。果真作品如人，彩绘镶嵌玻璃就像徐玉田的个性名片，沉稳中透着温柔缤纷。两面很红哦。因为我讲减少，两面寒风哦，因为我讲减少。